大家嚟到咧，我哋智者不惑嘅節目咯喎。咁今日咧，我哋好開心啊！又揾到我哋嘅老朋友嚇，阿陳少賢博士 Elex Chan 啊，多謝 Elex Chan。咁啊，上次咧見你嘅時間係年初，係。咁啊，今次咧我哋好噶啦，佢答應咗我嘅，佢話年尾嘅時間咧，就同我哋講下咧未來咧喺2026年咧，我哋全球嘅一啲投資嘅方向嘅，係冇錯，係咪啱啊？啱。咁啊，2025年咧，如果假使大家去睇嘅時間嚟講嘅話咧，你覺得係咪一個好嘅一年2025年，如果你講緊整體個投資市場嘅表現係好嘅，好多個國家咧，好多個地區嗰個回報率遠遠超過10%。但係整體嘅經濟係咪真係咁好嘅話咧？咁我哋就要真正睇下2026年相對25年未來嘅發展咧，你就知道裏邊藏咗啲咩玄機。咁啊，我哋而家咧喺嗰啲唔同嘅大家媒體節目裏邊咧，好似好兩極喎，阿博士。佢點解咧？因為咧，我哋有一批朋友就大好友嚟嘅，係。咁有一批咧就好似對未來咧就有少少個保留喎，係咪啊？啊，咁你自己點睇？嗱，咁我哋要睇翻下個別國家咧，都會因為一啲地緣政治嘅因素、經濟嘅因素、通脹嘅因素、利率嘅因素咧，而影響佢增長。但係如果你我講2026年咧，全世界嘅經濟增長咧，相對今年咧，其實係會輕微下跌。今年咧係3.2%，出年係3.1%。咁而呢度個背後咧，某個程度上要留心咧，就喺今年嘅4月咧，特朗普公布咗佢嘅政策咧，其實係要解放日，即是唔知佢要用關稅咧係改寫全球嘅經濟，因而令到主要嘅工業大國嘅出口咧受呢個影響，亦都因為美國嘅貿易政策嘅唔穩定，所以亦都改寫咗未來呢一方面嘅政策。所以我哋要留心咧，就係今日我哋見到個經濟轉差或者經濟開始放慢嘅情況底下咧，並沒有喺2025年嘅經濟數字睇到嘅。阿博士咧就俾咗一個3個數字我哋啊，3.3、3.2、3.1。咦，我感覺好似每一年都係少咗少少啊嚇。咁啊，如果正如你所講嘅情況嚟講嘅話咧，咁你點睇其他地區嘅啲經濟發展咧？例如嗱，喺全球上面嚟講嘅話咧，有啲我哋好成熟嘅經濟體啊，係咪？啱啊。咁你點睇佢將來嘅發展？如果我哋睇翻下西方國家嘅經濟嘅話咧，你明顯會見到咧係1美元區。第二係歐元區，第三係亞洲國家。咁我哋會重點咧睇翻呢三個地區。如果你見到全球嘅龍頭，必定係美國。而美國咧，如果我哋留心喺今年嘅第3季咧，突然之間你有嘅 AI 熱潮嘅。如果 AI 熱潮嘅同時咧，必定會能源需求係同步需要嘅，因為佢需要大量嘅能源。所以咧，你會見到嚟緊咧，全球最大嘅投資咧，其實嘅市場喺美國。你會見到咧，嗰個經濟增長今年1.6%，出年仍然係保持1.6%。全球嘅發展中國家其實睇美國嘅，而當中咧，我哋見到咧，所有呢啲國家嗰個累積債務係好高嘅時候咧，關稅會拖低經濟增長。某個程度上，中央銀行咧，如果用啲寬鬆嘅貨幣政策，可能低息啲啊，然後印多啲錢出去嘅時候咧，我嚟救經濟。大家都估計啊，美國未來咧都係應該個利率向下走嘅。冇錯。咁其實呢個對美國係咪一件好事？利率向下走咧，某個程度上對於做生意或者個人嚟講咧，佢整體利息支出減少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佢可以愛嚟用消費錢好咗嘅。所以咧，減息係好。但係減息嘅同時，你要諗清楚美國嘅通脹，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咧，係明顯將美國嘅生產成本同埋整體嗰個零售消費嘅成本推高。所以美國個通脹咧，其實係將會轉彎係咬腰抽上去嘅。但係如果你減息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嗰個通脹惡化。出年咧，你會見到喺5月咧就有新聯儲局主席咧上任。咁而佢嘅政策嘅傾向咧，因為喺個篩選人選嗰陣時咧，已經係講緊一定要減息同埋要大幅減息，所以你見到美國中央銀行嘅政策咧，將會去寬鬆為主嘅話咧，呢樣嘢就會推動美國嘅零售消費上升。但係同一時間咧，就會改寫佢個財政穩健性。所以美國咧，我哋要用2個角度去睇。美國咧嗰個整體經濟咧應該向好，因為第一樣嘢，如果係寬鬆貨幣政策嘅時候咧，整體個利息支出下跌係會推動經濟增長。第二，特朗普咧上場嘅時候咧大幅減稅，所以你見到企業稅由21減到15嘅話咧，企業盈利會推高。呢2樣嘢咧係利好美國經濟。但係一個國家嘅經濟咧嚟自另外一個原因，就係企業投資。我哋喺7、8、9月嘅 AI 熱潮咧，係推動咧係以1000億計美元嘅新投資咧，呢樣嘢其實就係正正推動咧美國出年嘅經濟增長。咁即係未來嘅時間嚟講嘅話咧，喺美國上面咧，你都依然係看好啊。今年美國經濟增長數字係2，出年係2.1嘅話咧，喺關稅嘅低下，整體嘅零售消費向下咧，其實美國嘅經濟咧有70% 嘅 GDP 嚟自消費嘅。
美國嘅消費信心係下跌緊，某個程度上係因為美國人嘅整體收入係可能係下跌嘅同時咧，佢應該冇消費，經濟應該跌噶嘛。係，但係因為 AI 嘅投資咧，所以你要見到投資銀行話翻俾我哋聽，估計出年咧有0.4% 經濟增長係嚟自 AI 投資。2026年美國仍然係全球投資市場嘅首選，因為喺西方國家嘅經濟增長咧，其實佢係最好嘅。咁即係話2026年咧，美股繼續可以看好。美股整體係看好，但係我哋要小心咧，就再睇落去咧，就有11個行業板塊咧，佢哋嗰個表現咧就不一樣。咁呢個當然就要再細節睇啦。整體咧，全球出年嘅配置咧，仍然係我哋叫高配。咁喺經濟發展體裏邊咧，咁當然走唔開歐元區啊。係啊，咁啊歐元區又喺2026年咧，我見你都係有一個比較係保守啲嘅一個估計喎，係咪啊？因為如果大家睇翻個圖表嘅時間嚟講嘅話咧，嗱24年就0.9係嘛，到25年咧就1.2，跟住咧去到出年咧，你估計就1.1%。咁啊，其實個原因係咩咧？歐元區嘅經濟咧，最重要嘅地方其實係嚟自德國嘅。歐洲嘅經濟都係。我哋講歐盟27國嚟講咧，如果德國作為主要嘅工業生產大國，受到關稅影響咧，佢最主要兩個行業，第一汽車業入口美國嘅時候，因為受關稅影響咧，佢出口會下跌。第二咧係我哋講重金屬，亦都入美國嘅時候要俾關稅，所以當關稅政策影響德國第一、第二大出口嘅時候咧，德國嘅經濟落嚟嘅時候咧，就影響咗歐元區同歐洲嘅經濟。但係第二樣嘢，如果你考慮到嗰個貨幣政策咧，歐洲嘅減息時間表早過美國。歐洲減息嘅幅度大過美國情況底下咧，減息係會推動經濟復甦，所以其實歐洲出年咧係整體嚟講咧係嗰個經濟溫和復甦階段。但係歐洲要諗清楚嘅地方咧，你會見到佢困難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嘅出口政策受到嗰個能源轉型影響。我哋知道俄烏戰事係啊，冇錯。俄烏戰事咧，歐元區咧已經講咗，歐盟話喺2027年咧全面禁止俄羅斯嘅能源入口。即是換之，石油同天然氣咧不能輸入去歐洲啦。而呢一樣嘢咧，佢變咗佢要用替代市場嘅時候咧，整體嘅能源成本係增加咗2倍以上。能源嘅政策轉型咧，係正正拖低呢個中短期歐洲嘅經濟增長。咁啊，其實都知啦，喺歐元區咧，我相信咧最大黑天鵝事件就應該係我哋嘅俄烏戰爭啦。咁啊，其實嗱而家好似表面上啊嚇，表面上聽出邊嘅傳媒睇翻嚟嘅話，就俄烏戰爭可能有機會停止喎。係，咁你自己個人點睇咧？俄烏戰爭咧應該喺2026年2月之前咧就停。佢重要嘅原因咧，基本上係打唔到，基本上你冇得打。但係第二樣最重要嘅地方咧，其實係呢個戰事咧，其實係西方國家一路係用資金咧係托住嘅。問題咧係歐元區或者歐盟本身嗰個財政狀況咧，已經佢使咗過千億元咧美元咧去支撐啦。而呢家成個歐洲咧，你會見到歐盟咧係面對美國嘅關稅政策同埋貿易政策咧，本身拖低咗歐洲嘅經濟。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喺歐盟裏邊咧，咁啊有一個國家咧就不能不提嘅，冇錯，就提到德國，係咪啊？因為德國咧其實咧不嬲俾我哋啊，你知啦，我哋揸開歐洲車，突然間咧而家我哋全香港嘅大好多車都變咗係啊中國大陸製造啊。咁喺2026年，德國你又點睇？佢主要嘅出口第一汽車市場。咁如果而家汽車市場面對美國嘅關稅嘅話咧，嗰個外需咧係下跌咗嘅。但係更重要，汽車市場咧嗰個競爭咧，其實係用新能源汽車。而新能源汽車咧，中國嘅新能源汽車嘅整體競爭力同埋個成本咧，係遠遠競爭力高過德國。其實佢哋開始發展緊係基建加軍費，我叫做軍工經濟咧，係推動嚟緊德國嘅經濟增長。咁所以我見到呢個圖咧，出年嘅經濟咧，你相對2025年咧，德國今年咁啊算唔錯嘅增長嘅喎。係㗎，如果你見到今年經濟增長02，出年09嘅話咧，德國嘅經濟增長係喺嗰個工業競爭力流失同埋佢嗰個全球出口需求下跌低下咧，仍然咬腰上去兩個因素咯。剛才個因素就係基建加軍建，第二樣嘢咧就係整體個貨幣政策寬鬆。咁於是乎咧，
嗰個消費咧係慢慢翻嚟。歐盟裏邊咧，我相信除咗德國之外咧，另一個比較強大嘅就係法國，係咪？係啦，冇錯。啱啊。咁法國呢個經濟體你又點樣睇？嗱，如果法國今年經濟增長0.7%，出年0.9%咧，呢個係嚟自消費市場嘅。但係法國本身嗰個政治係唔穩定嘅，咁所以你見到已經有幾任嘅總理咧，都因為得唔到足夠嘅支持咧而辭任嘅情況底下咧，法國本身嗰個政治動盪咧係相對大嘅。但係整體嚟講，法國嘅經濟咧仍然係可以由消費推動嘅。阿博士講到歐元區，其實出年都可能有機會有一個叫做向下走嘅趨勢。但係咧睇翻咧德國咧同埋法國咧就似乎都係向上升。咁換言之，咁其他歐盟國家就應該都係向下走㗎咯喎。其他嘅歐盟國家咧就要個別，所以你要見到德法意西咧，即係少咗意大利同西班牙咧，咁佢有唔同嘅走勢嘅。而呢度個背後咧就反映翻其實佢呢個財政赤字佔 GDP 嘅程度咧係幾大咧，就決定咗佢嗰個財政開支咧點樣去刺激經濟。講完咧美國、歐盟之後咧，如果我哋講已發展經濟體嘅話咧，亞洲區係離唔開日韓嘅啦。冇錯，啱嘛？咁啊，日本、韓國咧，咁啊，似乎日本同我哋而家都好多新聞啦嚇。係冇錯。咁啊，喺未來嘅時間，日本會點樣咧？嗱，整體日本嚟講咧，你會見到新首相佢嘅策略咧就行緊安倍經濟學，咁即係唔知係用一個弱日元咧去發展經濟，而第二樣嘢咧係高補貼，即係換言之派消費券、派現金，所以佢行緊個方向咧就會短期係造就咗日本個出口向好嘅。但係亦都因為咁樣咧，日本嘅本土消費當日元弱嘅時候咧，民生輸入嚟嘅能源價格高咗，而佢嘅整體嗰個消費成本高咗之後咧，民生就向差。而出口推動嘅咧，你會見到主要咧，其實日韓台呢三個國家咧都會係晶片或者同 AI 投資概念相關，所以出年咧將會一個相對弱日元，同埋佢相對一個係 AI 半導體出口上升咧，推動佢嘅經濟增長。係啦，如果我哋見幅圖嘅話咧，咁啊，阿博士都有幾個預測啦。咁似乎日本咧就比較睇淡咗少少，係咪啊？因為佢喺未來嘅時間咧，出年咧似乎咧嗰個嘅增長咧就反而係向下走啊。係，你見到係25年係1.1，26年0.6㗎啦嚇。日本嘅主要排行第一出口係汽車，咁所以咧關稅咧係令到佢汽車出口咧係下跌嘅。第二，新能源汽車咧係蠶食咗佢哋嘅汽車出口市場，所以咧你見到佢主要嘅出口最大嘅行業咧其實係下跌。半導體咧，本來你要見到美國嘅政策咧，半導體係希望將呢啲嘅主要日韓台嘅生產廠係搬去美國嘅。咁但係因為嗰個稀土嘅困難咧，咁所以喺未來嘅24個月咧，美國嘅策略咧係希望盡量依賴今日日韓台嘅生產力咧，盡量加快 AI 同埋半導體嘅發展。係啦，咁啊相對地咧，如果見翻你嘅思路，咁啊南韓係會唔會得益者咧？喺今次嘅南韓今日係最大嘅得益者，所以你見到南韓今年嘅股票市場咧累積升幅咧係超過60%，而主要咧係受兩三間主要嘅半導體嘅股份咧係升咗100到300%影響，所以南韓咧其實已經係重奪半導體咧全球領先地位。南韓嘅經濟主要嘅出口型步向咧係會上升，而南韓個本土經濟咧亦都開始慢慢復甦，咁所以你亞洲成熟國家咧，日韓台有唔同嘅投資價值。咁啊，好多謝阿博士今日咧同我哋做咗第一 part 嘅節目先嚇。咁啊，今日咧我哋主線咧係集中咗喺啲已發展經濟體啦。咁我結論會唔會係咁樣咧？似乎咧大家都離唔開美國啊，即係而家發生喺呢個已發展嘅經濟體裏邊咧，係咪？咁啊，我哋有好多地方未講嘅喎。咁大家我相信咧，我哋好多觀眾咧好留意嘅就係咩？未來亞洲區、中國大陸、印度又點睇咧？咁樣係咪？咁啊，欲知後事如何咧，就記得繼續收睇我哋嘅節目啦。咁啊，今日咧多謝大家嘅收睇先啦。咁啊，同樣啦，老習慣啦，俾個 like 我哋，分享俾大家嘅朋友，好唔好？OK，拜拜，拜拜。咁喺發展中經濟體上面嚟講嘅話咧，都係離唔開亞洲啊、中美啊或者係拉丁美洲啊嗰個部分。博士，咁你又點樣睇未來嘅時間咧？呢一個所謂發展中經濟體嘅發展情況咧？全世界嘅經濟咧，主要咧其實係嚟自發展國家，某個程度上西方國家。出年嘅我哋中國會點？出年咧，中國嘅經濟咧，如果